路加福音第4章，耶稣受圣神充满，对约旦河转来，伊互圣神带去旷野，伫遐40日久，受魔鬼试探。迄个期间，伊拢无食什物。遐个日子过了，腹肚就枵。魔鬼对伊讲：既然你是上帝的囝，就命令这块石头变做饼。耶稣应讲：圣经有记载，人得挖，毋若挖靠饼。然后魔鬼带耶稣到悬的所在，一目年久，将天下万国互伊看，甲伊讲：这的一切权势甲荣华，我拢要互你，因为这的一切已经拢交互我。我要互什么人，就互迄个人。所以你若跪落来拜我，这的一切拢总是你的。耶稣应讲：圣经有记载，着拜主，你的上帝，只有服侍伊。魔鬼佫带耶稣去耶路撒冷，互伊徛伫圣殿上悬的所在，甲伊讲：既然你是上帝的囝，对这跳落去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上帝会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来保护你。佮讲，因为用手甲你扶地，互你的脚袂磕着石头。耶稣应讲：圣经有记载，毋通试探主，你的上帝。所有的试探拢用了，魔鬼就离开耶稣，听候后边的机会。耶稣受圣神的权能充满，转去加利利，伊的名声传到四围各地区，伊伫逐个会堂教世人，受众人尊敬。耶稣倒去伊长大的所在拿撒勒，照习惯伫安息日入去会堂，伊徛起来要读圣经。有人摕一卷先知以赛亚的册互伊，伊就踢开，看到一所在有记载：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伊用油抹我，互我传好消息互散车人。伊差派我宣布，受掠的得到讨放，无看见的阁看见，受压迫的得到自由，宣布主恩惠的年。耶稣甲册卷起来，吩咐会堂的助理就坐落去。会堂内的众人拢注目甲伊看，伊就甲因讲：这段圣经今仔日恁在听的时，已经实现啦。众人拢学了耶稣对伊所讲仁慈的话，感觉奇怪，讲：这个人敢毋是约瑟的囝？耶稣对因讲：恁一定会引用医生啊，你着依伫家己即句俗语来对我讲。阮有听到你伫迦百农做真侪代志，胆嘛着伫你的故乡做。耶稣佫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先知无一个伫家己的故乡受欢迎。我甲恁讲实话，伫以利亚的时代，有旷旱3年半久，逐所在有大饥荒。迄时，以色列中有真侪官夫。以利亚受差去西顿，撒勒法一个官夫遐，以外并无去别个人遐。搁先知以利沙的时，以色列中有真侪麻风病人，除去苏利亚人乃曼以外，无一个得到清气。会堂内所有的人一个听到这个话，真生气。因徛起来，甲耶稣赶出城外，拖到山坎，要甲伊车落去。因的城是起伫山顶，耶稣却对因中间行过，做伊去。
耶稣落去加利利的加百农城，逐个安息日拢有得教示人，因对伊的教示感觉非常稀奇，因为伊的话有权威。话中内有一个互无清气的鬼的神附身的人，伊大声喊：拿撒勒人耶稣，无你的代志，你来要毁灭阮是无？我知你是甚么人？你是上帝的圣者。耶稣甲伊责备讲：点点，对这个人出去。鬼伫众人的面前甲伊摔倒，就对伊出去，拢无甲伊伤害着。众人真惊，讲来讲去，这个话哪遐厉害？伊用权威甲能力命令无清气的邪神，因就出去。耶稣的名声就传到四围逐所在。耶稣离开会堂，入去西门因兜。西门的丈母破病，发热真烧。有人甲耶稣讲这个代志，耶稣徛我压落去，责备热病，热就退。妇人人随时起来，甲因侍候。日落的时，众人带病人，无论什么病，拢带来找耶稣。耶稣一个一个甲因换手，拢甲因医好。嘛有鬼对真侪人的身躯出来，话讲：你是上帝的囝。耶稣甲因责备，毋准因讲，因为因知耶稣是基督。天一个光，耶稣就出城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，规阵人得找伊，找到就甲伊留地，无爱伊离开。毋过耶稣甲因讲：我嘛着去别个城市，传上帝国的福音，这是上帝差派我来的目的。伊就继续伫犹太逐个会堂传道。